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我们8月10号要分享的是别做糊涂事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3章1到23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撒母耳说：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没有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给你的命令。如果你遵守了，他会使你和你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。可是现在你的王朝不会长久，因为你不听从他。上主要找合他心意的人，使他做他子民的统治者。撒母耳记上13章13到14节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人觉得糊涂的事情呢？我们看到扫罗，他今天做了一件事情，如台语的一句俗语说：假劲弄破碗。在13章一开始在这个加巴之战，扫罗完全错估情势，低估了非利士人的军力。他想说，在第8章我们谈过，由他所主导的基列雅比之战是一场光荣的圣战。如今扫罗他想要复制雅比之战的模式，来号召这些以色列人来参战。结果当这些以色列人看见非利士人的大军，还有他们的战车、他们的武器，就害怕的躲藏起来所以当他看到这些百姓离开他，他非常的着急。其实原来撒母耳已经早跟扫罗约定了，要扫罗先到吉甲去等候7日，撒母耳便会来到这边献祭，并指示他当行的事。但是他看到这些的百姓一个一个在远离，所以他心里面就很着急。但是到第7日，扫罗还没有看到先知撒母耳来，眼见跟随的军兵只剩下600人，扫罗唯恐不能够团结众人，所以他就情急之下便糊里糊涂自己担当这个献祭，自己献祭给上帝他又不是祭司，所以他透过这一些的献祭的动作，意图要笼络军心。谁料他刚献完祭，先知撒母耳就来了，所以先知撒母耳就责备扫罗：你做了糊涂事啊！你没有遵照上帝所吩咐的命令，做这种糊涂事。他竟然不遵守上帝的吩咐，所以这个事件就影响到他的王位不保。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认真的听上帝的话，遵从他的教导，可能我们会重蹈覆辙扫罗这样做，可能我们有不注意，我们就好像因为越权，成为一个对神糊涂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行事为人糊涂，最多擅作主张当我们有时候越权或者是擅作主张的时候，就会闯祸。那对上帝来糊涂的话，不会我们不分这一些真理，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。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给扫罗的处罚，就是他要失去这个家族王位，让这个家族王位没有办法来传下去他自己的王位不长久，是非常可惜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，绝对顺服上帝是当属灵领袖很重要的条件。扫罗犯的错是私自献祭，面对强大的敌人，自己的人又因惧怕而离开，加上撒母耳又迟到，所以扫罗就私自献祭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这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的。但是扫罗
更大的错是推卸责任。扫罗没有承认自己做错，却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你看，就是因为百姓逃走啊，非利士人聚集啊，那先知撒母耳你迟到啊，等等，都是别人的不好，不是自己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这样，推卸责任是人最大的错误啊，都是别人不好。为什么不承认自己不好呢？是自己的错呢？求主使我们真的是圣灵来督促我们，能够明白，有时候我们是自己的犯错，自己的糊涂。所以求圣灵不断来指教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好叫我们不像扫罗一样越权，或者是越过神的心意。我们来默想，扫罗他不等撒母耳而越权，擅自献祭，之后又为自己辩护，推卸责任，这个对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属灵状况有何提示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对这个事件，透过这个事件对你又有什么样的提醒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因着你顺服天父上帝，所以使天父上帝的救恩计划能够实现。你没有越权了，让我们也学习你的顺服，而不像扫罗没有耐心等候，竟然越权献祭，做了他不该做的事，做了这个糊涂的事，违背了上帝的心意。但愿主圣灵上帝常常提醒我们，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及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行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，还有需要你的鼓励与代祷，我们才能够忠实的把上帝的话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